讲到2003年时，高雄的临港线有一帮号做“多多火车”的观光火车，会当载游客去踅高雄港，有影是有乘过一站啊。最近这台“多多火车”又搁转来高雄啊，即马就摆伫咧蛤蟆省的铁道文化园区的展览，嘛去袂少的铁道迷来遮欣赏。 大吊车甲火车豆豆放落来，放伫蛤蟆新铁道园区。这台银色甲柑仔色的自强号是高雄人拢袂拆分的观光列车——嘟嘟火车。为顶个月开始，这3节车厢陆陆续续为台中送来蛤蟆新铁道园区展示。有铁道迷专工走来翕相，伊拢真欢喜，嘛毋忙除了展示火车，车体保存嘛真重要。特别靠海，然后就算它是不锈钢的啊。 风吹日晒加下雨的话，应该过没多久就会生锈。可以把它盖一个遮雨棚遮阳，就也可以遮雨。高雄嘟嘟火车历史是为2003年时阵，业者向台铁租3节柴油自强号，互游客哪坐火车食物件，哪欣赏高雄的风景。火车是串联高雄港、连伫潭甲寿山公园等等的所在。每夜伫2006年停驶。 去年台铁柴油的自强号全部退休，今年高雄市府才甲嘟嘟火车借来展示，这3节车厢也已经放好势。所以有这个嘟嘟火车会使坐时阵，都会使算讲是这个市港和一个上开始的这个尝试。 所以对咱高雄的铁路火车，也是高雄市的这个历史是真重要的一个会使做纪念的代志。目前嘟嘟火车车厢展示伫轻铁蛤蟆新站甲寿山公园站，有地方风声讲未来做互业者做嘉宾听。文资中心表示讲，嘟嘟火车会当伫园区展示是真难得的机会，未来要安怎规划，目前搁咧讨论当中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